来念台语囡仔歌。月娘月光光11，月娘光微微，有着贼仔要偷掠猪，掠去7、8只，顺线要偷空壁，空去鸭两肠，鸡2块，掠去猪仔囝100外只。毋通黑白讲，到底啥人看？青眉看，啥人画？下狗会画，啥人听？草原人会听，啥人掠？挥手会掠，啥人掠？摆开掠，掠到无水桥仔头，画一倒，捡着1仙钱，青眉看一记，下狗会着画掠。草原人会着听着声，摆开走去掠，挥手会走去掠，这掠迄掠掠袂着。华语解释台语儿歌《月娘月光亮》11。月子光光亮，遇到小偷要偷抓猪，抓了7、8只，顺便要偷挖墙壁，挖了鸭蛋长、鸭蛋宽，抓了小猪100来只，不能胡乱讲，到底哪些人看到？瞎子的看，谁在喊；哑巴的喝，谁在听；聋子的听，谁在抓；手瘸的抓，谁在追；跛脚的追，追到污水桥头，跌一跤，捡到1分钱。瞎子的看一次，哑巴的就喊抓，聋子的听到声音，跛脚的跑去追，手瘸的跑去抓，这下抓，那下抓，抓不到。本视频的闽南文字和音频都是由台湾的许丰都老师提供，多谢许丰都老师，感恩。制作于良人，逐家轻松来学闽南语，主编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叮当。按这里进入逐家轻松来学闽南语脸书专页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